屏东盐埔大前科技大学这校园内面是有真侪分校，坐甲互师生感觉拢真困扰。这学期学校有成立一个无人机的分校研究社，训练学生考无人机的证照，用这无人机来赶分校。咱做伙来看卖。 无人机豆豆啊飞上天，这栋大楼顶的粉鸟就连面全飞起来，伫天顶四界飞，至少有100多只粉鸟。大林科大这学期开始成立无人机粉鸟研究社，因上重要的任务就是用无人机来赶粉鸟。他们都会随便大小便啊，就会弄到地方很脏，或是好像学校最近就会出现那个割螨的情况，就是在学校宿舍的学生都会被咬到，皮肤很不舒服。 其实大林科大校园一直受到粉鸟的困扰，上济捌有2000多只。多媒体设计系本地就有训练学生用无人机空中翕相，老师才想到会当试看卖用无人机来赶粉鸟。逐工早起下晡2摆，不过效果无介好。你一不熟练就会被鸽子撞下来。 因为鸽子说笨吗，也是真的笨，他们会往无人机冲过来，被撞掉2台。第二阶段，阮会伫无人机馆顶放一寡像风鸣器，像老鹰的声音啊，也是用一寡较刺激性的声音，甲试看卖，甲惊，看会走伊袂吼。第三阶段呢，阮会用一寡像香氛的物件。为着要赶粉鸟，学校捌伫大楼用网啊、厨房也是去粉鸟寮，效果拢无好。未来老师阁要用7公斤较大台的无人机来试验赶粉鸟。 若是试验成功，希望会当帮助其他有同款困扰的学校甲民众。记者邓家文、罗维做屏东报道。